讲到最近的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因为惊民众骑机车等红灯等上久去热到。台北市7月到8月有缩短红灯的时间，另外嘛有规划一种共享机车、租电动车专用区的停车格，嘛是全国头一个试办的县市。 即马热人高啊，行过路人甲骑奥多摆的民众红灯挡上久去热到，所以台北市自7月至8月，伫740个路口的青红灯，拢有减少挡红灯的时间，设伫非常下班的时，逐工透早9点至下晡4点，甲挡红灯的时间平均减少21秒。右转车就已经转不过去的话，这部分我们就会尽量去把它做一个排除啦。所以我们调降的部分，我们也是避开那个尖峰时段，避免对车流产生影响。 另外，台湾是奥多摆大国，根据交通部2023年的统计，全国有1454万多台奥多摆。为着要响应政府2050净零碳排政策，鼓励民众使用共享的交通工具。台北市自6月13开始，伫松山区富金里甲信义区行良里试办共享机车专用区，计共30个。伫涂骹有文字标示停车格嘛，为那些白色双线，要互民众租借的电动奥多摆专用。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。 我们会先宣导，那宣导期会到7月30号。那违规停放的机车，我们都会去挂吊环。7月30号之后，还有违规停放的车辆的话，我们就是会依规定来举发。我目前设定啊，大概是2026年，然后在我这一任期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我里明自购机车的比例，然后可以下降20%。 台北市交通局和3大电动奥多摆业者合作，包括威茂、iRent 和 GoShare 推出租借优惠，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自用机车的消费意愿，减少绿色运输的使用。今年拍算要试办到9月底，卖宣导到7月3日，避免民众甲机车停唔到车位吃法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